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中华快湖昨下晡发生车祸，有一台园林客运的公车要倒弯的时，无看到过路线有一对翁仔某抓直接甲交过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重伤。因为这台公车还未装视线辅助系统，车祸详细原因该等警方来调查。园林客运公车行到路口，车顶倒弯，却无发现斑马线顶悬有一对80多岁的杜姓翁仔某当准备过路，两个人去弄到倒咧涂骹了，又搁去交过。老先生头骨变形，当场死亡；妇人人是双脚重伤，后脑骨也有受伤送医。目前医院伫咧中华基督教病院加护病房救治当中。那一名男性年约80岁，脑浆外溢，头骨变形，那已明显死亡。那另一名女性患者也年约80岁。然后右腿的膝盖以下有断肢，然后左腿小腿处有开放性骨折，后脑勺部分有撕裂伤。代志发生伫咧1号下晡3点半左右，地点伫咧溪湖镇元路路甲江水路口。当时的车辆甲行人拢是青灯。客运业者表示，48岁老陈驾驶教职3年，公司拢有为驾驶举办路口停留教育训练。目前当陆续为3年车龄之内的大客车加装专镜行车视野辅助系统。这名驾驶所开的车辆是还未安装。相关的车辆会加装全视野、全景的防死角、智慧型的视野辅助器。最近的3年内的车辆正在加紧加装当中。警方当日咧调阅路口监视器厘清肇事责任，后续依法将老陈驾驶函送地检署侦办。客运业者是表示，已经联络到杜姓翁仔某家属，遵照伊的意愿，会等妇人人病情稳定，甲家属心情平复了后，前往慰问。记者中华报道。